Oh, yeah, I'm recording today. 哦，采什么主题？ Travel. 都是旅游。我也好想去旅游。在韓國嘅戲院，我係想去坐比行機出國。哦，很低呢！哎，我要出国了。哦，I'm so jealous，好羡慕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要回去准备一下了。那你下一次好吗 Next time. Have a good day. Next time. 拜拜，be safe, be safe. 拜拜。一定注意，我會坐比行機出國咧。比行機，哎，小猪妹妹，明華姐，你來幹嘛？我係坐比行機出國啦。哦，我也是哎，我也是要 fly overseas by airplane。你要坐比行機出國？我去哪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是来等制作单位的，但是呢，我有带我们家一个小帮手，不过他跟爸爸依依不舍终。好了，不说了啦，我们要跟制作团会合了。哦，OK，待会见啦。好，當然了。拜。好啊！好啊，哎，跟你哎。哦，我會坐比行機出國，我會坐比行機享受一下沙灘、陽光、比基尼。你看哪一場風，多麼的適合我。超適合夏威夷的。那一起去吧，走路，走了。百 Airplane。坐比行機出國，那你我們終於抵達夏威夷了。對呀，Fly by airplane，雖然有一點累，但是這是值得的，因為我們呼吸到了夏威夷的空氣。會很累嗎？很做對啦，我希望這一趟旅行豐富滿滿。那我們就直奔海灘，冇問題。很香啊！我坐比行機出國了。 Fly overseas by airplane，我已經準備好了，走吧。